我们是礼物兄弟，我是大哥瑞恩，我是二哥邦威，我是3点文。今天我们又要为台语新浪潮2来出任务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哪里呢？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有板桥西门町之称的府中商圈。今天我们有任务在身喽，我们要考考路人对台语的认知程度到底到哪边呢？是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有神秘嘉宾到达我们现场，有没有什么头衔呢？他有一个头衔，就是我们的新苦海女神龙。那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新苦海女神龙黄凤仪，凤仪姐。甲书前世无缘，今生再见欲何以？悲悲急催痛分别，真情相觅并出世。大家好，我是黄凤仪。耶！我们欢迎我们的女神黄凤仪，凤仪姐。兄弟你们好。凤仪呢？凤仪姐，我们刚才那个出场诗很酷哎，是哪一个角色的呢？哦，那是苦海女神龙。哦，难怪那么耳熟，对不对？对啊。但是我跟你讲哦，看到我们凤仪姐，我就想要唱一首。哦，什么歌呢？妈妈保重，嘿嘿，妈妈保重，嘿嘿，妈妈保重，妈妈请你呀。啊保重，妈妈保重，妈妈请你保重。啥？我还没当妈妈，为什么要叫我妈妈？哎呦，我们都有偷偷的看你 FB 的母亲节特别影片，而且厉害的是你还中西合璧。对啊，我们欢迎凤仪姐，对啊，隆重邀请哦。没错。对啊，我有看你们在红人榜跟体育主播徐展元。展元的没有，其实没有什么。老实跟你讲，没有啦，那个表演我们才准备半年而已，没有什么。你看刚刚黑眼圈有没有？好啦，其实言归正传呢，今天请到凤仪姐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凤仪姐的父亲是我们台湾国宝，同时也是布袋戏的始祖。是谁？黄俊雄老师。快再说！所以我们凤仪姐的台语一定是非常好，真的，而且凤仪姐，你知道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吗？我最好朋友你们不认识啊？我认识，我还很熟，超熟那一种的，而且他就住在你家2楼，他就是史燕文，而且他有加脸书好友，没错，就是史燕文，自己都没有加，你们有加的。真的，不过布袋戏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尤其是史燕文跟那个钟嘉玲，对，可以说是比周杰伦还红啊，真的，没错。但是说真的啦，今天我们是有任务在身的，好不好？我们要请凤仪姐跟我们一起来考验我们现在时下年轻人的台语到底好不好？所以要麻烦凤仪姐喽，麻烦了，好不好？那我们台语行不行？马上出发 ，Let's go！ 是不是？2是不是？来，让我们请老师念法就是刚甲无相头低。你觉得是什么意思？事情不会就是都是好的，就有好有坏。其实就是说事情都会不是完全那么完美，任何事对它都会有比较好跟比较坏的一面。Number two， 刚甲无相头低。感谢无相头低。耶，酷。老几线，你后保小看。哇！我真的觉得听他讲完，真的觉得今天的天气你怎么了？好舒服啊！对，刚有大太阳嘛，对，好舒服啊！对。一边卡徛久的人哦，没有错，台语非常标准。对啊，妈妈，你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那一句嘛，对不对？对啊，我不知道。可以用那没关系，不知道我们有专家老师来解释。好，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叫我们做事要坚持，不要半途而废。你把你有感觉说出来。对啊，你先念会念的，然后我们的老师在这里。对啊。下面背有一部菜。背呢？你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就请老师来公布。这个是叫做咱背有一部，任何人都有他的优点。是。对，然后我们常常笑别人说谁啊，他什么都不会，他什么技能都没的，但是一定有伊的优点，每个人都不一样。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来
南美，马屋，南美马屋，吉伯探。Good job, perfect man。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红人榜的工读生，所以他一定知道这个台语怎么讲。对啊，所以他今天是红人榜派出来的啦。没关系，你用你的感觉，凭感觉来念一下。什么，贝马屋吉波什么？所以他真的是台语不是很厉害，那你怎么会去红人榜当工读生？这就是缘分。缘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请我们那个凤仪姐来讲一下这整句话。这位妈妈好像有。那我们请妈妈，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好，第4个我会。我是路人。OK，来。第4我会啊。第四句怎么说呢？蓝贝毛吉波塔。蓝贝毛吉波塔，它的意思你知道怎么说吗？知道，就是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背景，他是什么样的环境，他都有他的他都可以出头。小妞假舞，小手假无婚，太棒了！研究那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互相礼让的话，就是都可以吃得到；然后如果大家都要抢的话，就是都吃不到。那你干脆来当我们老师好了。我先回家了。是吗？老师，来，我们还是要请我们老师来讲一下正确的解答。是。好，其实正确念法是小妞假舞春，小手假无婚。对，那其实意思就刚刚跟美女讲的是，真的好厉害，大家要礼让。对。好嘴大富贵哟！来，我们听一下正确的发音。好嘴大富贵。好嘴大富贵，来一起念。好嘴大富贵，非常好。那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嘴巴点，嘴巴点的话会比较好。会比较好，你怎么会知道？人气吧。人气吗？我们请我们的导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如果嘴巴甜的话，常常说好话，那命就会很好，就会富贵。对，要多积口德的意思。是。好的，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发现现在时下年轻人对台语这个程度都很不错哦。那我们今天台语新浪潮2的任务算是大成功啦！没错，而且你现在上粉丝专页搜寻台语新浪潮，你只要分享加按赞，我们就送你台语新浪潮2的专辑，还有我们签名哦。大家辛苦啦，我们下次见，拜拜。跟我们呼一个口号，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这个口号就台语新浪潮。欠咖俩袂条，来1、2、3，台语新浪潮，欠咖俩袂条，成功！谢谢。